韓戰時期嘅難民村變成今日釜山嘅人氣景點，每年接待280萬名遊客嘅金川文化村，15年前仲係一個破舊嘅老社區。面對人口老化、居民外移、大量房屋空置、基礎設施缺乏等問題，2010年地方政府聯同城市規劃師、藝術家同居民團體決定將金川打造成為一個富有藝術感、可持續發展嘅新旅遊景點。經過一番努力，就變成咗今日嘅金川文化村。前往金川文化村十分方便，釜山市區有小巴直達，打開手機地圖，輸入地點，跟住指示去搭車，用南韓八達通即係 T-Money 卡上落車都拍卡，就可以輕鬆咁到達呢個釜山人氣景點。